快点！上光老师 OK 了吗？哎，好了，差不多了。来，准备，来，3、2、1，走！导演他上场了，嘘。你看穿帮了吧？还虚招？咦，又虚招了！导演，下场有几个瓶子？几个都行啊。老陈，过来！真的吗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灯条暗点，太亮了。台上那两个美术什么时候弄完？给我个时间好不好？哎呀！怎么没水呢？给陶总拿水。陶总，刚才你那个镜头我看了，动作真的是漂亮，行云流水。导演，咱们面膜产品放哪里？导演，拍特写的时候，我是这横着砸还是竖着砸？你不管横着砸、竖着砸，唐总的头朝哪边，你就往哪边砸。可以开始了吗？那就来吧。好嘞，来，所有部门准备，灯光摄像，来，唐总小心点。我跟你说，之前啊，你给我拿来唐总这个单子，你是真的牛逼。从小就认识，就是有钱，我跟你说。下次你再给我拉这样的，我让你做男主角。呵，行，你说了啊。来，我好了。啊，行。好3场6镜。冇諗到咧，中咗毒，呢啲咪勁酒唔食食飯酒咯。咁我又想試下呢個發酒啊！呢啲咪就發酒啦！看，过，漂亮。补个反打，对。导演太好了，唱10慢歌之后，我场地说再给我们10分钟。你先拖点行不行？这个干啥？这个好像是真的，啥真的？瓶子是真的，怎么可能呢？你试一下。晕倒了！来人帮我忙，这上去吧。周周，来稍微再看一下。这怎么办？怎么是真瓶子呢？我不知道，制片给我的。制片呢？制片，朱哥，你要干嘛？我要先订饭了。瓶子怎么是真的呢？就是上一场不用真的吗？这场用假的嘛。假的，我这砸人家是真的。我不小心就混了一个，不小心混了一个，你不小心混了一个，搏一搏嘛。你搏一出人命了，你搏一搏，你给我。一个。等会说什么呢？就一个。这拍摄事故是不是？这个不关我事，多大的人物啊，导演，你知道的，人倒在现场，你这让咱们怎么担得起啊？小声点。导演，这不是作证，这不关我事。我能解决，我是导演，我能解决。你怎么解决嘛？这怎么没多大事儿？我是只要导演，天太了我顶着。那怎么？人一倒在这，你订什么饭？我找。我好痛啊！是不是真瓶子？拿真瓶子打我，要告你们！我们怎么可能用真瓶子打您呢？我们不想混了是吧？对啊，真瓶子假瓶子？假瓶子，假的，假瓶子的。假瓶子这么痛的吗？你看看，假的吧？假的。哎呀，你来看看，假的嘛？假的。哎呀，假的。都跟你说是假的。对啊10分钟就导行，定。咱加快速度啊！根据我的专业经验啊，你这痛是因为你入戏了。不，第一次演那个，但第一次演戏你就入戏入的这么好，可能是心理上的作用吧。我觉得，哎，你慢点，咱再补个特写就行了。哦，好，来，拍一个反打，哎，好。3場7鏡。冇諗到咧，中咗毒。呢啲咪勁酒唔飲，你飲罰酒咯。咁我又想試下呢個罰酒。呢個咪就係罰酒啦。看，峰哥又睡觉了。哎呀，我撒冷了。我撒冷了。撒冷了。他怎么能杀人？这又是真的，我撒冷了。救人，人帮我，制片，找制片啊！制片，关
怎么又是真的呢？你这里面到底还有没有真的？有几瓶啊？你刚才不是说1瓶吗？这你连续2瓶都中了，你还有1瓶？我老实说，我可能还有1瓶。还有1瓶？还有1瓶，我搞出人命来都打他头上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这次你们都完了。你这什么事儿？你导演，你干什么呢？你说唐总会放过我们吗？我现在就报警，你去报啊！你去报啊！你是主谋，你是帮凶。这不关我的事情。关我什么事吗？关我什么事吗？我是道具弄的，我不演了。我也不想导了。你都别想跑！我告诉你们，假名字，假名字，假名字。假的吗？假的吗？都是假的。假的吗？我流了好多血啊！这不是血，这是糖浆。来，帅哥，你看能按出来的吗？哎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假的吗？流的是假。哎，对了嘛，你很有可能成为影帝。据我的经验来看，你越可能成为影帝的人，越痛，真的。但是，今天我们不拍了，我们改天再拍，行吧？叔哥，先说。导演，你说的对，这是成为影帝必须要经历的。我感觉我现在状态非常好，这点事根本不算什么。我们再来，所有人就位，灯光、演员全都跟我来。我们现在开始，再打一次。还有几瓶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1瓶吧。 ？1瓶，再中了怎么办？给我弄死你！只1瓶了，导演啊！ 3重酒精。我就係想飲下呢個飯酒。發酒，呢個咪就係呢個發酒。唐总，哎呀，你赶这人呢？看什么呀？你们不该要熟练了吗？你们哎呀！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别跑！你给我停！你还想跑去哪跑你？我告诉你，你好老实，你是不是哪个剧组派来当我？没有了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了，你今天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，杀了的感觉，真的没有了。我想和你骑单车，我还有1瓶，和你看棒球。快点！我给你。导演呢？导演呢？导演呢？导演，导演，在这儿，嘿，导演，别！哎，不错了。导演，这里面还有没有？这是我知道还有1瓶。不是，导演，你冷静点啊！不要，别！导演，大家好呀，这里是不完整的开不了机系列，你们能看到它呀，归功于你们的点赞以及字幕表里全体人员的牺牲奉献。如果大家希望我们拍第2季呢，请继续用点赞3连来鼓励我，我会想办法。搜索片场日记之杀不了卿，热播正当时。